大家好，我係岑大志，翻到嚟死神 Bleach 道明童年回憶啊！大家有冇 download 嚟玩呢？今日個視頻咧就想分享俾大家睇下個手抽啦，同埋個 gameplay。究竟佢好唔好玩？究竟靚唔靚？究竟似啲咩遊戲呢？咁佢其實個玩法咧就好似呢 Marble 個獨自升級 Solo Leveling 咁，基本上咧都係個策略係用畫質去取勝嘅，都係一個偏向 PVP 比較少嘅遊戲啦。暫時嚟講咧算唔錯嘅誠意之選啊！我自己就中意玩回合制啊、卡牌類遊戲咧，可能比較多啦，或者係可能打英雄聯盟呢一類遊戲多嘅。睇開我嘅視頻嘅朋友咧，應該大家都係差唔多嘅觀眾。如果係呢啲遊戲咧，一定要畫質超級靚啦，一係有超級多回憶。而暫時嚟講咧，真係做得幾好。而家用嘅呢隻咧係初始版嘅黑崎一護啦，未覺醒嘅，屬於一隻 SR 角色啦。而 SR 角色希望可以抽到俾大家睇下，去試下啦。咁我哋飛一飛啦，我哋救咗阿積基啦，然之後用積基上場之後就可以做手抽啦。積基啦就係送啦，基本上喺所有遊戲咧佢都係一隻奶媽嚟。快脆將佢上場先，咁我哋再通埋呢一關啦，過埋呢個章節1第6節咧就可以做手抽啦。都係講佢個招技能係可以加護盾，可以補血。教學形式啦，一開始嗰啲都係冇乜特別，都係純粹望一望咧，其實佢嗰個遊戲畫質做得好唔好咯。呢度就放個3天結盾啦，用完之後咧立刻轉用第二隻角色，佢嘅傷害量就會增加。即刻轉個黑崎一護嘅初始版，然之後就快脆通關做好個手抽。完成去翻主線任務呢度咧就揾隻鸚鵡啦，然之後就感應佢3次咧就可以啊。成個過程咧去到手抽咧，我用咗大約10至13分鐘嘅位置咧就已經完成咗啦。都係睇下自己喜歡嘅角色去抽啦，或者求其抽一個 SSR 入手就可以開波噶啦。搞掂，跟住下面咧右下角就會彈一個集結出嚟嘅，睇下呢度啦。咁我哋集結佢一次先啦，睇下佢嘅集結視頻啦。第一隻都冇乜用噶啦，咁我哋繼續去快脆完成佢先。普通嘅 SR 角色啦，咁我哋去領取一啲禮包先。個信箱呢度啊，大把券俾你攞啊！最後應該係可以抽到40抽嘅，咁我快啲想拍咗呢個視頻俾大家睇下先。第一次就50抽保特，每日登入呢度又有2張券攞啦。先嚟個限時次度抽10抽嘅角色黑崎一護先，10抽出奇蹟啊！睇下有冇機會先。係石田雨龍啊，係冇嘅。即刻再個普通池度睇下有冇機會抽多20抽。一隻 SSR 角色俾我拍下視頻好唔好先？嚟係冇嘅。好，下一個10抽，最後一次啦。咦，唔好意思，可以再抽多一次喎，做到40抽喎。咁我哋30抽普通池，唔記得咗可以用鑽石護添。第30抽普通池，開嚟見我係。哇，有嘅，呢個係班木一個最碎的光頭啊，同一拳超人有得揮，即刻嚟個 gameplay 俾大家睇下先，爭好遠啊佢嘅傷害量。呢個就係佢嘅必殺技啦，1500幾傷害，頭先咧就係打1100幾，相差真係有啲太遠啦。咁期待我哋有更加多嘅 SSR 角色去試啦。暫時應該都唔會玩太多呢個遊戲嘅，未都好似好多遊戲可以玩喎。咁大家都可以試下玩呢一隻啦，都係唔錯嘅畫質嚟嘅。跟住啦，佢就有武器嘅提升啦，武器可以升級啦，同埋可以刻印啦。頭先嗰啲 stamp 咧就係嗰啲刻印咧就可以放落去嘅，有專屬嘅刻印嘅，冇專屬嘅刻印咧都可以用一啲普通嘅刻印嘅。咁我而家試一試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就係石田嘅專屬刻印啦，我就得一個專屬嘅，冇就用呢啲基本嘅刻印就可以啦。因為你想有啲咩提升啦、攻擊啊、生命啊、防禦等等嘅刻印啦，亦都可以做突破啦，即係角色可以做突破，刻印亦都可以做突破嘅。祝大家喺普通池度50抽內 SSR 保底前再中多一隻。好，祝大家歐氣滿滿抽到自己想要嘅 SSR 角色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